呢個盤咧係叫中歐春城。我相信喺香港或者澳門嘅朋友，只要係關注坦洲嘅樓盤嘅話，我相信係肯定聽過呢個中歐春城嘅。咁而家睇緊係呢棟36棟比較新嘅一期，上邊有一個80幾方嘅3房2衛，新裝修嘅，比較靚個價錢。我哋一齊上去望下。咁而家呢，我就到咗樓上噶啦，而家喺個房嘅陽台位，85個平方做咗3房2衛，餐廳同客廳係一體嘅。我哋先從入門呢邊開始啦，開發商嘅膠標密碼門咯，之後呢預留咗一個鞋櫃嘅位置，進過嚟呢就係餐廳、客廳，帶埋一個大陽台，朝南向，電梯嘅22樓。業主裝修好都未入住嘅。呢個係廚房，華帝嘅3件套，預留咗一個冰箱嘅位。之後呢，廚房係帶一個非常之市正嘅陽台，可以放我哋嘅洗衣機啊，擺啲雜物啊，非常之好用噶啦。咁睇翻眼我哋嘅餐廳客廳，咁呢個陽台呢都非常之少見嘅，佢開間係去到2.4米，非常之好用嘅陽台。之後呢係一個高層嘅景觀，望得比較遠。之後呢仲有部分嘅河景可以睇嘅，非常之新嘅一期4期，先交樓1年幾。入邊係3間房，2個衛生間，適合啲買嚟時不時度下假，時不時過嚟住下嘅朋友。呢個係我哋嘅客衛，做咗一個3段式乾濕分離。咁呢個係第一間房，係半贈送嘅，所以話佢可以做到3房2衛。第二間房稍微細少少，但係咧可以做埋啲榻榻米都夠用噶啦。主人房係相當大嘅，點解呢？有一個放衣櫃嘅位置嘅。主人房嘅衛生間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噶啦。咁主人房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轉角飄窗位，光線非常之光猛嘅，擺翻個1.8米床都 OK 嘅。呢個咧係中澳春城4期85個平方嘅一個3房2衛，電梯嘅中高層，比買新樓仲要抵嘅。最重要咧係而家100萬出頭啲，仲可以傾翻少少首期10零萬，月供都係3、4千蚊。如果你哋有感興趣咧，就可以隨時聯繫用啦，有密碼方便睇樓噶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